你有冇試過明明全日都冇做過粗重嘢，但係收工返到屋企，覺得成個人散晒，好似搬咗成日磚咁拉？唔係你體力唔好，而係你個腦全日都幫你找住一堆垃圾。你唔係身累，你係心累。有個教授喺課堂上面攞起一杯水，佢問學生：你哋覺得呢杯水有幾重？有人話200g，有人話500g。教授笑住講：重量唔係重點，重點係你攞住佢幾耐。如果你攞住1分鐘冇問題，如果你攞住1個鐘，你隻手會開始酸。如果你攞住佢1日，你成條手臂會麻痹，甚至要入醫院。杯水嘅重量從來冇變過，但你攞得越耐，佢就變得越重。焦慮同埋藉口就係呢杯水。諗1、2次係未雨綢繆，但如果你由朝諗到晚，由今年諗到出年，呢啲壓力就會變成你人生嘅負擔。失敗者最叻揾藉口，你每揾一個藉口，就等於喺呢杯水入邊加一粒沙。久而久之，你唔係被困難壓死，係被你自己啲藉口怨死。真正成功嘅人唔係有力氣攞住杯水一世，而係佢哋識得喺適當嘅時候放低佢。如果你覺得而家好大壓力、好焦慮，試下問自己：呢杯水我係咪攞得太耐啦？聽日嘅嘢聽日先算，今日嘅藉口而家就掉咗佢。記住，放低先可以行得更遠。今日辛苦啦，我哋下條片見。